今日同大家分享啟祥苑3到4人單位設計，全屋實用面積400尺左右，間咗2個房間，客廳做現代簡約風，空間開闊，光線明亮。入門口用鑽石型玻璃門加舉間一個睡房，側邊用開放裝飾櫃加換鞋凳櫃間房。房間內做3尺地台床連衣櫃，仲有書台吊櫃。間房旁邊就做餐廳區域，做一組獅字櫃。客廳另一面牆就全部做護牆板，搭配隱形門電視背景一體式設計，使成個空間非常大氣又溫馨。主人房做隱形門，房間內做4車地台床連梳妝台加衣櫃。廁所做格柵暗門，7字形洗手櫃加鏡櫃最實用。最後廚房就做 L 型地櫃加吊櫃啦。大家有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報價。